大家好，我係陳國邦。自從我去咗大學教書之後，我更深刻咁樣體會到，演戲同教人演戲完全係兩回事嚟嘅。嗱，的而且確做我哋呢一行，好多時都有啲飯局啊、應酬啊咁，亦都會成日見到一啲好成功嘅大老闆或者投資人士啊。但係佢哋能夠毫無保留咁樣同你分享成功嘅方法，仲要簡化到連一個普通人都聽得明、學得識、做得到，真係唔係得好多個。而喺我印象裏邊，Ken Sir 幾乎係唯一一個喺實戰同埋教學呢兩個層面都去到呢一個級數嘅人。一個咁成功嘅人士，身家超過10億，其實肯同你傾兩句，提點下你嘅話，其實你袋唔少錢落個袋嗰度。而家佢仲要設身處地咁樣用你副身家去幫你解決問題。所以佢教嘅大部分嘅學員裏邊，都會用翻同一套嘅財商知識，行緊呢一條財務自由嘅道路上邊。一個咁成功嘅人，仲要有咁大嘅熱誠出嚟教學，成日陪啲學員周圍去睇樓啊，教書教到凌晨3、4點啊。好老實講，佢呢一團火燒到我。我哋嘅社會好奇怪，嗱，如果想畫畫啊、跳舞啊、唱歌啊、做戲啊，我哋會揾堂上去揾老師教。但係一講到投資啊、買樓啊呢啲影響成世人嘅決定嘅時候咧，我哋會閉門造車，自己啲諗法咧收埋埋喺個腦嗰度。但係其實當我上完啦 Ken Sir 堂之後，我更加明白到投資係需要學㗎，同埋投資係有得學㗎。我真心推薦大家向 Ken Sir 學習真正嘅財商知識，盡快買翻自己嘅時間。